喂，大家好，又係我 Charles 啊。今集呢，又係一個月一次講我睇咗乜嘢電影同埋劇啦。咁同上個月一樣啦，有電影有劇。咁今集正式開始。有人話肚子餓就要揾嘢食，身體壞就要揾藥食。咁如果身心都累咗呢，以我自己講法呢，就係要揾翻一套治愈系嘅電影啦。今日呢，就係2025年4月19日星期六。咁啊，復活節長假我就冇出去啦，都係留翻喺香港。咁以呢個復活節假嚟講呢，我就追翻幾套港產片啊，同埋一大堆劇啦。咁我追翻嗰啲港產片同埋劇呢，就留翻下個月先講啦。我就講翻今個月我自己睇咗幾套戲，咁有啲呢就仲喺戲院上緊嘅。如果大家可以有時間又唔介意我講嗰套戲有少少穿橋嘅，你哋都可以去睇啦。咁呢度我會講講我睇完呢套戲嘅電影報告。咁先講下啦，我4月頭嘅時候就睇咗一套就係叫做《無痛俠》啦。估唔到係幾唔錯嘅電影，咁但係唔錯又未去到話真係好高分，即係非常之出人意表。咁只不過係一套正正常常嘅戲啦。如果你有聽開我上一次講米奇17號，都會記得我話過呢幾個月基本上就係所謂一啲電影攝期嘅時間啦。點都要過咗呢個復活節之後呢，先慢慢正常翻。嚟緊暑假就有啲所謂大片上啦。講翻無痛俠啦，香港就譯做無痛俠，中國就譯做無痛凱恩，英文名叫 Novocaine 啦。咁 Novocaine 係咩呢？我自己都唔知嘅，真係我去翻 Google 去查啦，原來係一種鎮痛嘅藥物。喺牙醫日常裏邊呢，即係幫人剝牙麻醉藥嘅時候就常用嘅。我講翻無痛俠啦，電影劇情呢就非常之順暢，即係一套爽片嚟嘅，完全係直線發展。古仔就同大家睇 trailer 都知道噶啦，主角係唔識得痛嘅，不過呢，觀眾睇落去呢就非常之痛。咁就有好多嘅特寫鏡頭影到去主角流晒血啊，如何1萬種令到你感覺到痛，但係主角都冇反應嘅電影咯。咁係一套輕鬆嘅娛樂片，即係都我又未去到話即係十分治愈，只不過係你可以好冇腦咁樣享受啲大概百零分鐘嘅電影啦。喺戲院入邊，我自己就支持入去戲院睇一睇嘅，因為始終我認為每個月入去戲院睇一套戲呢，係幫到大家去洗滌下心靈又好，又或者等自己可以喺一個完全密封嘅空間裏邊靜一靜，攞手機去 restart 一下，幫自己。講翻套戲，輕鬆娛樂片，有幾個位都幾好笑嘅，啲爛嘅都唔錯，只不過有啲血腥啫。咁啲血腥無傷大雅。至於呢類電影呢，一般都分類為一啲叫做 slapstick 電影。喺呢幾年荷里活呢都好中意搞呢類嘅 slapstick 電影嘅。咁好多時候都加上一啲另類嘅題材入去啦。呢幾年亦都係有好多叫做 body horror 嘅嘢入咗去嘅。咁表姐就係啱啱落咗畫一年，係咯，差唔多啦。有套叫 The Substance 啦，咁入邊女主角 Demi Moore 都係攞到呢個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嘅提名。雖然有限，不過明眼人都好肯定佢喺電影裏邊嘅演出係非常之好，而且個電影裏邊佢嘅表現係出色嘅，無可否認嘅。咁啊，講翻呢套電影啦，唔講太多其他嘢啦。電影導演呢，就專係拍開 B 級導演，一個叫 Dan Berger，另一位叫做 Robert Olson。咁兩個人執導嘅戲呢，我都好老實講，我自己都冇睇過。大部分我睇翻 IMDB 所講都係一啲 B 級嘅戲，而且恐怖戲為主，有部分係嗰啲迷幻奇幻戲啊、鬼片之類嘅。今次佢哋揾到老闆開戲呢，拍完之後喺呢一個攝期時間上亦都言之成理啊。不過聽聞個票房都係唔差嘅，最後電影裏邊亦都係用咗佢哋拍開 B 級戲嘅元素啦，再加上混入咗好多 body horror 嘅成分入去啦。咁你見到即係有血啊，又唔痛啊，咁都估到一定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場面噶啦。只不過估唔到呢，就係套戲有文有路嘅。最初我睇 trailer 都係個心入邊都係估曉，又係呢啲戲啦。即係你咪根本就係一套 superhero 嘅戲，只不過
係咯，誇張100倍。不過佢又真係佈局得幾好，而且講得非常之通順。好似我成日所講，電影同埋講故事最緊要係咩啊？情理之內，意料之外啊嘛。咁佢都係做到呢一個我自己好中意嘅部分嘅。咁啦，我唔講咁多啦，我下面開始咧就真係所謂有雷同埋劇透嘅。咁如果大家唔想聽或者真係想睇咗套戲之後先再聽咧，咁你即刻停咗呢一個 podcast，下一次先再翻嚟聽啦。嗱，再講多次劇透啦。好啦，咁古仔就係咁嘅，就係都係我同你嘅人生一樣啦，社畜人生，翻工發呆及女，放工咪打機掠食咯，日復日咁過。只不過咧，呢個男主角我哋叫可恩啦，我用翻呢個官方譯名啦。咁佢就喺一間嗰啲銀行嗰度做副經理嘅，日復日。咁有一日咧，就有一個女員工翻工咧，佢就俾佢吸引咗啦。咁而佢識咗個女仔之後，令到佢產生咗呢個叫做愛啦。佢終於知道愛係乜嘢嘅一回事嘅時候，佢亦都同個女仔表達啦，佢自己對佢嘅愛啦，同埋亦都話咗俾個女仔聽，佢係即係唔怕痛，冇呢個感覺嘅。咁故事就發展得非常爽快，即係我咁樣講，其實套戲都係開頭就已經交代晒，即係我所講嘅嘢噶啦。咁只不過咧，雖然故事爽快，但係內容咧其實就真係完全唔科學嘅。即係點可能你唔痛，但係你會流血噶嘛？係咪？流血你會點啊？失血過多，你咪暈一暈，你基本上就唔能夠再去俾任何指令俾你啲手手腳腳去工作，因為你個腦都唔夠血，冇血將啲氧氣帶去你個腦嗰度，即係呢一個又係中一嘅科學，人體生理循環最基本上嘅血液，你唔夠嘅時候就死噶啦，係咪？痛本來就係人類保護自己個機制啦，無痛嘅話咧，就即係話俾個腦聽冇危險，可以繼續做落去。咁而呢一個你唔痛嘅生理機制，就反而將你人類納入去危機入面啦。電影入邊亦都有講，阿男主角一開始就話我其實唔係好食得嘢噶，因為咧如果我食嘢咧，我會咬到自己條脷，跟住咧，連條脷都吞咗落肚，咁就大鑊啦！我之後可能講嘢講唔到啊，流血過多而死嘅。呢一個冷知識，我亦都係因為咁樣睇到，我先知道。導演其實都幾聰明嘅，因為咧你無痛啫嘛，我之前話齋唔代表你係打不死噶嘛，佢就將呢兩樣嘢撈埋一齊，無痛打不死。流血同埋，只要我隻手唔斷腳唔斷咧，我都可以繼續打落去。無痛俠個故事就係咁樣開始啦。因為主角海恩唔怕痛啦，唯一心愛嘅女友被壞人捉咗啦，就靠住主角嗰種即係唔怕痛嘅體質咧，一鑊過咁樣打落去，打到結尾啊！如果要批評咧，首先我一定要講就係男女主角真係好醜，冇計。呢套戲喺4月上得，即係阿 Trump 做總統之前已經拍戲咗啦，咁你預後期做3個月，佢點都係舊年一定係拍戲咗，然之後做後期。舊年拍戲咗，即係前年做 casting 寫劇本，咁嗰陣時係咩啊？拜登同埋民主黨喺美國執政噶嘛，DEI 同埋 LBGT 影響之下啦，女主角就一定係有色人種，同埋一定唔靚噶啦，冇辦法啦，我就唔批評他國嘅文化啦。不過咧，相信今年開始拍戲嘅電影咧，都將會變翻靚仔靚女做演員噶啦。其實我唔係好介意黑人做女主角噶，不過喺戲裏邊佢講到男主角覺得呢個女仔係即係點講啊？第一眼就已經令到佢一見鐘情之餘，仲覺得係好想同佢喺埋一齊。我諗以一個正常嘅美學觀，又真係幾難對號入座嘅。咁好啦，講翻劇情啦。打鬥嘅劇情其實因為主角係唔怕痛，又唔可以好離題，而重點就係唔可以骨折，咁就變咗套戲打交方面都係爭少少嘅，要制止對方向你還擊。我意思係敵人啦，無可避免扭斷手腳就一定有噶啦。咁冇理由下下你扭斷人手腳，對方冇辦法整傷你噶嘛。故事就係因為要就住呢個位，同埋要做更加多嗰啲所謂 body horror 啦。咁就變咗唔能夠有好多嗰啲叫做截拳道係啦，詠春呢啲咁嘅反擊技出現嘅。
咁又可以話即係錯有錯着啦。咁變咗好多嘢都點到即止，而且即係有另一番味道嘅，大家可以入去感受下啦。而男主角嗰個演技係有少少誇張，因為唔怕痛啊嘛。咁你同我好少喺人生裏邊會遇到一啲咁嘅朋友啊，或者一啲咁嘅人係唔怕痛嘅。咁究竟係會係點呢？咁就真係靠主角同埋導演嗰個演法，同埋教啊主角點樣演繹方法咯。咁不過呢，就係因為你都係一個普通人啦，你唔可以係咁打落去啦。咁就變咗其實就打鬥方面真係略嫌不足嘅。咁但係爽度都仲有嘅。而壞人數數手指咧，其實都係得4個嘅啫，係可以更加好啲嘅。咁如果你有聽到我之前早幾集講米奇17號咧，其實無痛俠都係算半套黑色喜劇嘅。咁啊，咩叫黑色喜劇？諸如此類，大家可以重溫翻啦。大家都知道，即係無痛俠呢個無痛係一個病啦，係一個慘事啦。咁如果用呢件事情，即係佢激發到某一個臨界點嘅時候咧，就變成一個笑話。就即係呢一套無痛劇所講嗰個男主角發生嘅事啊。咁我下邊亦都穿橋啦。其實最後嗰條橋就係話，無痛俠發現呢一個佢心愛嘅女仔喺銀行打劫嘅時候，俾人捉咗去做人質嘅，即係一生中最愛啦。佢就為咗佢，為咗救翻佢，又即係憑住自己唔怕痛嘅體質，就同其餘唔同嘅壞人，即係嗰4個壞人啦，打生打死嘅時候，最後先發現，喂，原來佢呢個心愛嘅女主角係同謀嘅，係同埋幾條友一齊夾埋去打劫公司，扮埋人質，然之後準備着草嘅。我稱之為 X Factor 啦，咁就成為咗呢件事，即係我意思係男主角 X Factor 啊，係啦，咁而男主角因為呢個 X Factor 唔怕痛嘅人，就搞住咗個大頭佛，搞到呢班綁匪又好，呢班打劫銀行嘅賊就將成件事和咗啦。而去到最後，即係佢打到最後個大佬啦，當佢知道呢件事嘅時候咧，佢就即刻成個暈低瞓低咯。阿男主角呢個其實就係代表咗，即係就算你個人幾咁唔怕痛，其實你個心都係痛。即係你表面上打死3個壞人，做過好多唔同嘅折磨啦，即係又俾人剝腳，又俾人搣肉，又俾人搣指甲，係啦，做咗唔痛，即係一般人覺得好痛嘅事情，去到男主角最後咧，都不及個心痛。而呢個咪就係黑色喜劇嘅表達方法咯。所以中文改做無痛俠其實唔錯噶，比英文名攞隻止痛藥嚟做戲名係更加入型入格。因為你係無痛，只不過你表面啫嘛。但係你一個有思想、有感情嘅人，其實個心痛先至係最緊要嘅。呢一個中文譯名香港版加分，加好多分。而最後我想講嘅就係人心肉做，大家為愛做過啲咩？其實做咗咁多年社畜，日日忙到癲，無論你工作忙、家事忙，真係忙到大家仲記唔記得愛係咩？另一樣嘢，喺我結束我第一套今個月睇嘅電影之前，我都講下呢個男主角啦，就係所謂咩黑袍糾察隊啦，大陸譯名呢個亦都係喺星二代嚟講係真係算係幾有魅力同埋有睇頭同埋努力噶啦，即係唔似好多星二代咁吸下毒啊，一日無所事事啊。你睇下某足球明星個仔，相信未來我哋應該會睇到更多Jack Hamill Craig 嘅電影嘅。電影我就俾70分啦，因為故事始終大陸冇驚喜，咁我又覺得唔可能下將我對電影個愛，即係我覺得攞80分個標準而 apply 去每一套戲嘅。如果咁樣嘅話，就人生好冇意義噶啦，你好多戲都會覺得唔好睇噶啦，即係你冇理由下下話我唔係米芝蓮一星我都唔入去食噶嘛，係咪？咁你中國人有句嘢就係鹹魚青菜啊，唔係，係另一句。食得鹹魚多都想食下魚翅，或者食得魚翅多都想食下水魚。總之睇電影就係一種娛樂，同埋喺戲院係一種享受咯。咁我都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入去戲院睇戲啦。始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你韞喺入面個幾兩個鐘，最緊要係睇唔到手機，同埋你嘅集中力係喺嗰一刻提升到比較境界嘅。咁好啦，另一套我覺得今個月我睇咗之後都好想推介俾大家睇嘅劇啦，有韓劇同埋日劇啦。韓劇方面就係一套叫做《破夏京旅行記》啦，台灣譯做《破河境旅行記》，都係同一套戲嚟嘅。另一套就係 NHK 嘅日劇叫《本色》啦。咁《本色》我就唔諗住講，因為都有少少扮嘢，同埋
真實世界又未必係咁嘅，尤其是我自己都喺 studio 做過，咁啊真係誇咗100倍。不過留待日後或者有人想我講，我先講啦。咁我今日想講下就係呢套《破殼境旅行記》嘅。咁故事就係好簡單，真係一套好治愈系嘅劇嘅。如果大家都仲未知道乜嘢叫做治愈系嘅電影或者治愈系嘅劇呢，就不妨喺串流嗰度揾呢一套戲。我再講多次《破殼境旅行記》，中國大陸譯做《破殼經旅行記》。咁主演嘅呢，就係李內影，2023年嘅作品啦。李內影係邊個呢？其實我真係唔知乜水嚟嘅。後來就係因為呢個月呢，就發生都教授嘅事件啦。咁都教授係邊個就我唔講啦。咁原來後尾啲人就話呢個女士就係阿袁彬嘅太太，佢前男友就係裴勇俊。即係我諗，如果熟韓國文化或者韓國娛樂圈嘅人呢，即刻應該就將佢哋全部人可以連成咗一個關係圖噶啦。不過今日呢，我就唔係講呢啲即係都教授事件啦，或者南韓嘅娛樂圈亦都唔係我深入認識嘅一件事啦。不過就咁聽落去，我都係唔舒服嘅。我今日都係主力講翻《破殼經旅行記》啦。咁我都係用翻《破殼經旅行記》嚟做呢個譯名啦，因為可能你用呢個關鍵詞會較容易睇到呢套戲嘅。咁呢一套係一套旅行公路式嘅韓劇啦，好處就係全無壓力嘅。我再講多次，真係全無壓力嘅。你睇呢一套戲，你唔似好多電影都所謂有咩文以載道啊，或者會有，尤其是荷里活嘅片，即係有呢個 DEI 或者有一啲有色人種令到你睇落去，硬係覺得有滿滿教育意義喺入面嘅。咁佢就冇嘅，係真係一套傳統到不得之了嘅治愈式電影，啱我哋呢啲社畜去睇啦。每集25分鐘嘅啫，咁英文名就叫 One Day Off，你哋都可以試下用呢個名去查。Total 咧係得8集，2023年嘅。尤其是大家心累嘅時候咧，你睇完就好似有一個出口，有一啖咁樣嘆一口氣舒服嘅。我好推介大家去睇嘅，尤其是即係香港呢幾年個受傷係仲未康復啦。咁好多香港人無論係咩原因留喺度又好，唔留喺度又好，都總有一個政治傷口喺度嘅。無論你係屬於邊一個光譜，即係你係左派又好，右派又好，或者中間偏左，或者中間。喂，我呢個左派右派唔係咩共產黨咩成，而係主張即係平等主義啊，反對君主制同埋即係主張世俗主義咯。唔好真係聽某啲才子或者某啲 YouTuber 講啦，成日都將所有人都囊括晒去左派，又或者聽到有人話要支持黑人、支持平權就話佢哋左派，其實唔係咁嘅。我搵一日再講一講咩叫左右派，同埋係咯點樣分啦。只不過而家啲人就係咪都將所有嘢都話做左派，然之後聽到 Donald Trump 就話佢係極右，其實 Donald Trump 都唔算極右噶啦，以一個正常嘅標準嚟講，係咯。咁講翻《破殼經旅行記》啦，咁佢冇一個任何驚天地泣鬼神，亦都冇韓式嗰啲扭橋嘅，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日常嘅生活，一個女主角係一個老師，係一個教韓國韓文語言嘅老師啦，咁佢每一日都發生好多嘢嘅喺學校裏邊，咁佢就唔係主要落墨喺佢每一日發生嘅事情，而係話佢心情唔爽嘅時候，咁佢就會去旅行。而佢去旅行，因為一定係一日遊，因為佢係老師啦，佢一定要翻足5日啦，咁佢就會揀星期六。由於冇乜準備嘅情形之下呢，咁佢去嘅旅行好多時候都會有啲事情發生啦，包括一啲準備不足而唔小心錯過咗站啊，又或者有人影緊相佢又唔小心入咗個鏡頭啊，咁總之林林總總一啲好小事嘅，係啦，唔係一啲咩大事或者有啲咩文以載道，一啲分享一啲咩人生道理，唔係，完全唔係呢啲嘅，只不過一啲係小事，但係呢啲瞬間發生嘅小事，當放咗喺一日嘅旅行，用呢個角度去睇呢，就變咗好多嘢睇啦。咁我用呢個比喻就係，即係好似你日食白飯咁啦，無啦啦今日係食咗豉油嘅話，就有另一個感覺；又或者加咗飯素就好味好多。而我哋呢啲社畜人生係真係需要揾一日去唞下氣，哪怕我哋喺香港去龍脊行下山啊，又或者去勝利度揾阿明哥食個快餐啊，總之大家可以透過呢套電視劇去揾翻好多人生嘅意義。講到呢度，如果你個心累咗嘅，就真係爽一爽，睇到爽片，
睇一套治愈系嘅劇集啦。咁我今日分享到呢度啦，咁之後會出翻密啲噶啦。呢排有少少工作忙，咁我哋下集再見啦。多謝你收聽 The Why，我係 Charles。